中午早，欢迎收看8月28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咱先来关心疫情。咱昨个本土病例甲死亡病例拢无增加，不过6例大病入境，而且其中的4例已经做过2档有风险，所以要是确诊。过来，咱来看注疫苗的情形。指挥中心公布讲，接落来第7轮要提供 AZ 疫苗，予29岁以上也未做第1档的民众来注射。也若是要9岁 BNT， 昨下晡2点已经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登记意愿，12岁到17岁学生会由学校列名单注射。国内新冠本土病例2拜6搁再零确诊，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这也是4天内第3摆本土零确诊。不过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有4例已经完整注射2剂疫苗。较特别的是，有1个个案捌注射过印度家己做的疫苗，却是意外确诊。是国内头一摆看到这个厂牌就破成感染的事件。印度自己制造的这个叫 COVAXIN 的这个疫苗那不过他在7月底的时候，其实就在越南有先确诊过，只是后来因为有可以检附出 PCR 阴性的证明，所以还是可以符合这个条件来入境。伊有第6轮高端疫苗的注射即要结束啊，指挥中心也公布第7轮要注射 AZ 疫苗，对象是7月19以前意愿登记选 AZ 的人，而且还未注射过疫苗的29岁以上民众。也有18岁以上第9类的对象，有用时间是8月29礼拜早起10点到下礼拜2、3、1中昼12点截止。注射时间是9月初3到9月初10，有估大约有8万人的符合资格。不过，确实这对象想要增加选择 BNT 疫苗，必须在8月3日下晡4点了后才会来加选。另外，辉瑞 BNT 疫苗也对28拜6下晡2点开始6例疫苗登记的名单选项，开放登记对象，包含从来捌注射过疫苗的18岁以上的民众。另外，12岁到17岁学生的族群是安排到学校来集中注射，也是依照通知书到地方政府的卫生局所指定的合约的医疗院所去注射。还是一样，跟流感一样当然会有相关的说明书跟那个家长同意书，那让家长能够审视。指挥中心表示，国外研究显示，注射 BNT 疫苗可引发心肌炎症副作用，以少年的男性风险较悬。另外，也有发烧、头壳晕、头壳痛这小可症状，相关的风险拢会互家长知影。若是有慢性病，会建议先咨询医师，才决定是毋是要做。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这客产咱3万吨的莫德纳疫苗，今日由土耳其航空送来台湾，预计暗头要6点的时阵就会到桃园机场。疫苗完成检验的作业了后，就会提供给民众住。接落来看新北邦桥的远东百货公司，昨向停业消毒，市府就证实讲，内底有1个员工 PCR 阳性确诊。远东百货公司在这一个公共场所的消费，我们一定采取更严格的高标准来做检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 PCR 阳性，一确认 CT 值虽然大于30，已经以31了，我们还是要求我们大圆柏要立即启动企业快筛，同时大圆柏立即做好清消，扩大框列，也扩大裁剪。邦桥远东百货公司因为专柜小姐确诊暂停营业，这个病例最近一遍来上班是8月26日。市场校友就表示，会安排1500位员工去阿东病院体检。百货公司的相关人员爱总体检了无问题，才会恢复营业。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天气都会真热。气象局针对8县市发高温警示，咱来看分图。今日各地天气会当讲是烧山炎火，大部分会大约是伫咧33度到35度。活中昼的时阵，紫外线是过量到危险的等级，温度会冲到37度。气象局就针对湘北、华东等8县市发高温警示。落雨的情形，过昼了后，中南部甲各地山区会有短暂局部的雷公雨。不过对明仔载开始水气变高，就真有可能会继续落西北雨。而且台东甲恒春半岛就会较大阵。观众朋友出门毋但爱注意夜日毋通着伞，嘛要注意有落雨的情形。国际消息：风台艾达登陆古巴青年岛造成灾情，即阵预估会沿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岸线叮当。美国的相关单位就预估，艾达可能是有史以来吞达路易斯安那州上强的风台，民众都要做好防灾，赶紧撤离。
为咗收集大气资讯的飞机慢慢飞入去国防爱达的中心，并且拄到乱流。美国国家国防中心讲，国防爱达会是有史以来侵袭路易斯安那州上强的风暴之一，提醒要特别注意。The wind speed at landfall is projected to be susta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140 miles per hour. This is a very strong storm. 爱达国防登陆的时间，正拄好是5级国防卡崔娜16年纪念日。迄年受到卡崔娜的侵袭，当地有超过1800人死亡，算未清的储备水淹。美国总统拜登甲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甲密西西比3州的州长讨论防灾措施，也警告讲爱达会变做正危险的风暴，民众要特别注意。As you know, it's now heading straight for right toward Louisiana. This weekend is the anniversary of Hurricane Katrina, and it's a stark reminder that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pare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and make sure we're ready to respond. 国防爱达离被侵袭古巴的青年岛，强风造成一寡灾情，可能会顺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海华登陆，定定淹水的纽奥良，一个墨西哥湾的冷油平台，官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疏散加撤离作业。受到爱达的影响，墨西哥湾油商停止生产，各种油价伫拜五起2%。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根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最近甲中国军委国际军事合作的办公室副主任举行视讯会议，是拜登就任以来美中军方高层头一遍会谈，主要是讨论阿富汗的情形。接落来是中国时报。中间的医疗团队利用人工智慧判读心电图，抓出早期甚至是无症状心脏衰竭的患者，伫咧国际大会发表研究成果，未来会做临床试验。上尾是联合报，9月初1就要开学啊，因为疫情期间停课，真侪学生读册即程度可能有下降，所以真侪县市开学就要举办小考。也若是代课中心，嘛为着高3的学生举办新型学测的试考。若是学生对袂着进度，学校就会另外辅导。后礼拜就要开学啊！这2天是休热的上尾一个拜6礼拜，真侪民众就赶紧趁这个时间出去佚佗，亲像是垦丁甲小琉球，人拢是吵。放料往垦丁的方向嘛有塞车的情形。警察在路口疏导车流，疫情等候民众开始出门。和屏东枋寮往恒春、垦丁方向就泊车是真多，加上第一线加东战备道，因为9月汉光演习中央跑道封起来整修，也和附近的路段一直被中道塞车。很久啊，就是趁这个周末。我从5月就开始关了，关到现在。陈时中部长有条件的开放水域，所以我们带全家务小孩子来这边好好玩一下，因为下礼拜就要开学了。垦丁沙坡游客挂翠安拍球耍水，屏东这礼拜开始有条件开放水上活动，陆续桥、游泳甲航马顶。垦丁大街甲沙坡人开始坐起来，主办率有80%以上。同款人真侪，还有小琉球，东港尾头20杯透早就出现百个人，全部拢是要去小琉球耍的游客。8月24号开始啊，小琉球的若干风景区啊，还有一些措施啊，水上活动，它有部分做解封开放了，所以说现在游客呢也就随之渐渐有增多。我记得如果看到了绿蜥龟，上海港看就好了，不要去摸。唱水业者总算等甲游客上门。花瓣岩顶、海边景点四界拢是耍水唱水游客，水上活动有条件开放，游客赶紧趁休热最后一个周末出来佚佗，和已经3个月无生理通做打翻甲观光业者也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的人数超过447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增加6个带病入境，目前是15960例，中国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迄边是144万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届食力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800万例，印度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也若是欧洲迄边，
英国是超过669万例，法国是677万多例。国产的高端疫苗才自一礼拜，就有6例注射了后死亡的案例。虽然讲死因甲疫苗敢有牵连，还阁爱研究，不过已经影响到民众注射的意愿啊。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高端疫苗的不良事件甲 BNT 疫苗都要到货，拢是这几天注射率下降的原因。注一支就使预防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国产的高端疫苗，这礼拜开始以来，已经传出6例注射了后通报死亡案例。诊所医师讲，受到疫苗注射了后不良事件影响，未少民众原本要注高端疫苗，这阵变价真丢毒。刚开始甚至有来了都全垒打，有些人就通报是100% 都来。啊，我那时候看的也是差不多至少90几% 都有来，可是最后一天打高端的时候，不到80%呢。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高端疫苗的注射率有每天下降的趋势，不过也无暂停的情形。对2、3摆开始自头一天的92.8%，到2、6摆4降到82.6%。不过这5天以来，高端疫苗注射超过55万人次，逐日下降的趋势。2个，我想当然一方面也受到不良事件的一些影响。有关系，那另外我相信也因为有，好像有 BNT 要进来这2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另外，外团咱国友邦贝里斯想要买国产的高端疫苗，但市长回应表示，外交部有甲指挥中心联络过，若是高端疫苗伫台湾自卫量要剩，当然会使考虑。央军若是要有人要注高端疫苗，就袂出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8月25逼出头一件走私肉品，而且佫验出非洲猪隻案例。高雄市府除了禁止用喷气垫以外，嘛加强稽查。8月26就伫咧路德查到一间违法用喷气垫的饲猪场，甲因罚6万。市长陈其迈昨就去美道视察，表示讲会辅导业者改用饲料来饲猪，希望会当全力阻挡非洲猪隻传入台湾。白白肥肥的肉猪倒伫饲猪场内底，饲猪的人向高雄市长陈其迈说明，过去用喷饲猪的处理的流程，其实比用饲料饲鸡真麻烦。卫生纸也淡，起托也淡，肉骨也淡，当然拢爱在处理就对，处理的到底较少。国内最近咧查到非洲猪隻用性的走私的肉制品，农委会宣布9月开始暂停用喷来饲猪1个月。但今摆2月下晡特别到美图来看一下已经转型为用饲料饲猪的饲猪场，希望借这个成功的经验来辅导更加多的业者转型，并且讲会增加这个饲料产业补贴。在每头猪的补助500元的部分，那市政府会加码再补助100元，来协助我们养猪业者能够。从厨余的饲养改成饲料的饲养。非洲猪瘟那个厨余的有关那个食品的东西很严重，所以那个有关于非洲猪瘟这些厨余的防疫各方面都要非常注意哦。高雄2号出现含非洲猪隻越南走私肉品，和市府这几天拢一直咧宣导，并且稽查饲猪场。2日就查到路德一间小型的饲猪场，非法使用喷来饲猪，环保局才伫追踪这个喷的来源。另外，业者依照违反饲料管理法甲特务法，罚款6万块。但今摆也搁再呼吁饲猪的人要配合守法，共同来保护台湾猪。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走私的猪肉验出非洲猪隻，惊咱台湾猪嘛会着病，所以对9月初1开始禁止用喷饲猪1个月。环保署长昨就视察新竹市的喷场，呼吁民众来路不明的肉，千万都唔通等落喷内底，就爱直接等喷扫桶，才袂互猪隻团开。规桶的喷水经过人工确定安全了后，直接经过机器处理，过无偌久，喷水就变做会使再利用的。培养图为要防止非洲猪瘟疫情，中央宣布9月开始1个月内全面禁止用喷饲猪。环保署提醒民众一定要配合政策，阻挡非洲猪瘟。所有的厨余，因为原来有的可能他就交给养猪户或清理业再去养猪，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去养猪，所以我们到我们指定的地点。但有的会担心说，那我到你指定的地点是不是还要付处理费？我特别强调，我们跟地方都谈好了，这一部分我们都免费收受，只要他载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目前新德市喷水处理场，每天会使处理的喷水差不多12吨。若是有需要合作其他单位的时阵，上侪会使提升到18吨。这个月这样的紧急措施，不管是用厨余处理，或者是焚化的一个状况，都让它消除它的病毒传播。环保署呼吁民众处理喷水要尽量用好打，另外针对不明来源的肉类，应该直接弹粪扫桶，千万唔通甲喷水放做伙，避免造成疫情。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国际情势，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炸弹攻击事件，造成美军甲在地百姓严重死伤。美国的总统拜登表示，会全力追查，互凶手付出代价。美军嘛已经证实，将用无人机弹死一个涉嫌参加炸弹攻击的 ISIS 成员。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进前伫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炸弹攻击，夺走13个美军甲169岁阿富汗人性命。美国总统拜登对外救助要保护美国国会全力掠凶手，要互攻击者付出代价。美军真紧回应拜登的诉求，20日透过无人机拍死一名 IS 成员，伊涉嫌参加7回炸弹攻击。Another terror attack in Kabul is likely, and they are taking maximum force protection measures at the Kabul airport an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our forces as a result. 这行动由拜登授权，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令进行攻击目标。在阿富汗东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个攻击无造成老百姓伤亡。美方这摆用真紧反击，是因为监控 IS 加打击极端分子有真侪年的经验。针对炸弹攻击事件，美国国防部指出，自杀炸弹客只有一个人，爆炸只发生在机场附近的艾比门。I can confirm for you that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second explosion at or near the Barron Hotel, that it was one suicide bomber. 白宫证实，拜登接到国安团队警讯，喀布尔可能搁一摆发生恐怖攻击，驻守国际机场5000多名美军要赶紧准备好。过去24点钟，国共有89班机，撤离12500人。美国国防部增加3个军事基地来收容，加上进前规划3个基地，6个所在总用应容了差不多500名阿富汗移民。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比赛有选手、有工作人员、有观众，有真大风险会造成疫情小话，所以袂少比赛就规定讲，要做过有风险才会当入场。亲像美国的网球协会就规定讲，民众要摕疫苗注射证明才会当入去看比赛。美国的 NBA 嘛要求后一个赛季开始，会挖进球员的裁判甲工作人员，拢要做过2档有风险。调查病症病毒拖真紧，澳洲2月宣布，过去24点钟增加1126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人。从6月中出现调查病毒以后的一天新冠，其中有1035例确诊，拢伫新南威尔士州，是当地疫情流行以来一天确诊的新冠纪录。So we had a total yesterday in New South Wales alone of 156,165 people received a jab. There were also 1,035 locally acquired cases of COVID. 在各国疫情严重之下，美国棒球协会日前发出声明，表示受到纽约市市长办公室强制要求，进入球场看比赛球迷，包括12岁以上的观众，拢要出示至少一剂的疫苗注射证明才当入场。同款要求做疫苗的个美国电拿 NBA 要求所有伫比赛内底甲球员、裁判、距离伫15英尺以内的工作人员，必须要伫新的赛季开始之前注射完2剂疫苗。而球队的工作人员，包括教练、管理人员等，甲其他球场边仔的工作人员，像港边。摄影师、佮安保、医护人员等，拢爱伫10月初1之前做疫苗。不过，即马并无强制要求球员爱做疫苗。体育比赛要求观众甲工作人员注射疫苗。对疫苗不够的非洲国家，德国是决定要提供70万剂疫苗予非洲国家。Mehr als 60% unserer Bevölkerung geimpft haben und in Afrika sind es 2%, dann ist das natürlich eine dramatische Ungerechtigkeit, die wir schnell überwinden müssen und darüber haben wir。德国总理梅克尔认为，伫个 G20 会议面顶，真侪国家拢认为非洲需要得到生产疫苗机会甲权利。梅克尔相信会当慢慢转移技术，稳准疫苗伫个非洲生产。国际新闻台是唐明玉。来关心气候的变迁，俄罗斯北极的永冻土这几年因为气温升高，慢慢啊扬起。科学家就表示，永冻土扬起了后，会放出更较侪二氧化碳等等的温室气体，到时阵温度升高的情形，就更较无法度控制啊。
提刀啊，伫冰山讲一块变革落来。俄罗斯科学家尼基塔齐莫夫等是原本研究冻土层的脆弱，受极端气候影响，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冻土层原本至少连续冻结2年的岩土层，这几年开始慢慢引起。Like in 2018, permafrost may start to thaw, and we had a case that in many places over the entire winter the ground didn't freeze up entirely. 法新社报道，伫遮生活人是生活卫生，随气候暖化，永冻土慢慢引起地势较低。这落啊改变雪野路线，气温开始升高了后，会伫雪面顶悬正做一层薄冰，落啊落到就会吹起，或者落地甲筋膜受伤，搁较严重的会互一寡基础建设放弃。So the ground subside, appear some ravines, so mud flows. All the ecosystems, all the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on the permafrost is getting destroyed. If it's a road or a house, the basement will collapse, the building will collapse. 这毋是尼基塔齐莫夫第一摆提出警告，为自2019年开始，伊就一直对永冻土的变化做数据整理，因为全球的永冻土是陆地上大的有机物质储存容器，那氧气了后会释放二氧化碳甲甲烷。目前地球的永冻土层内底二氧化碳比即马大气当中还佫较济，那氧气放出这温室气体，到时阵会加速地球气候暖化，甲发生大规模的逆流。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各地天气拢会真热，部分的地区温度会升到37度，紫外线也佫真强。过头了后，中南部甲各地山区会有短暂的雷公雨。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